一踏入11月份，道指跌咗1006點，3點幾 percent， 納指跌咗1007點，6點幾 percent， 標普跌咗1001點，4點幾 percent， 三個指數大概跌咗5% 左右啦。睇埋幣圈先，龍頭大佬跌咗27000，去到21點幾 percent 噶啦，進入咗技術性熊市。二佬以太咧跌咗1009點，38點幾 percent。恒指咧其實成個11月冇乜點喐過噶，都係喺255至265呢1000點上落。咁市場就係咁噶啦。唔係悶親就嚇親㗎啦，或者喺兩個情況下你都可以控制到你情緒嘅咧，咁你就稱得上為一個唔錯嘅 trader 啦。咁過去講5日咧，就係呢1000點啦。上個星期喺同批做會員嘅 projection 都係講254至267呢條紅色線同黑色線呢一格嘅空間裏面啦。今個禮拜就係困咗喺呢度，都仲係突破唔到254或者267。一陣嘅影片咧，除咗睇結構啦，數3個 option 之外咧，我哋陣間望一望喺周線圖同埋月線圖嘅層面，恒指其實喺咁大嘅 time frame 下，佢個結構又係點嘅咧？可以 zoom out 換一個角度。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意見。各位做決定之前，請自行做足功課同埋風險評估。睇翻少少市場結構先。之前講到10月初好凌厲咁樣呢一棍打穿咗27073，做咗第5個 CDS， 兼且同一棍裏面做埋個 local high 27444。10月之後反轉一個禮拜內行埋個 local low 24968，成個月裏面我哋都冇變過，中 range 都係困住喺10月頭呢一個禮拜做嘅274同埋249。咁10月初行到11月初咧，就係呢啲咁嘅細嘅上落上落。上個禮拜嘅 range 咧就係25522至26705呢1002點。今個星期咧有挑戰過嘅，睇到啦，用針。即係假㗎啦，用針掃完你啲收盤，打晒啲唔識睇結構嘅，靠佢哋平倉嘅動力加大戶嘅彈弓手推返晒上去，完美完成咗一個 liquidity grab。咁既然用針打穿嘅25522咧，即係冇破壞結構啦，所以今個星期我哋嘅 range 陣間數 option 1、2、3嘅時候，再會同大家仔細睇一睇。好啦，咁10月初做咗 local high 同 local low咧。個274至249咧，我哋喺度拉一 set flip 啊，點數由0.146至到0.854都俾晒大家噶啦。咁呢個幾月裏邊咧，最主要運行喺裏邊嘅咧就係0.236至0.618，就係頭先我哋講嘅255至264呢啲位置咯，亦都係呢 pair 藍色線嘅 range 中間困住嘅位置啦，255至267。When in doubt 咧，我哋 zoom out 睇周線圖。呢個係18年1月開始畫嘅 resistance line 同埋下面嘅 supporting line。咁我哋睇到頂位咧，暫時有兩個，分別係18年嘅1月同埋21年嘅2月。一點即彈嘅位置咧，包括18年嘅10月、20年嘅3月、22年嘅3月。跌穿快速反彈嘅 fake out 位咧，包括22年嘅10月同埋24年嘅1月 capitulation 位置。我哋24年捉到 capitulation 之後，24、25都係行緊個 uptrend 啊嘛。但係當你 zoom out 嘅時候咧，18年開始睇起咧，其實個形態都仲係一個 expanding triangle，未脫離呢個18年嘅 downtrend。咁嚟緊我哋有個要挑戰嘅位置喺28000幾。喺我嘅工作坊裏面，會同大家 map out 呢個8萬變現藍圖，一步一步話俾你聽點樣由一個匱乏或者恐懼嘅 mindset 未做到穩定盈利嘅呢一邊，慢慢用唔同嘅工具幫你8星期變成一名 CPT 穩定盈利交易者，而成為 CPT 喺市場度每日穩定咁樣當佢 ATM 咁咧，都唔係我哋終極目標啊！錢或者 CPT 呢個身份都係一個工具，因為我要帶大家睇到嘅就係我哋最後尾達到嘅目標同埋一個豐盛嘅 mindset。你努力賺錢背後嘅好多真正原因，幫你攞返財務主導權，而達到你所有嘅夢想同埋目標。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掃呢個 QR code， 立即免費登記參加呢個工作坊。唔止淨係俾 information 你，參加完1小時之後，我仲會俾到 transformation 你。咁加喺 TA bundle 上去睇咧，近呢2年嘅走勢咧，靚仔位就係俾條藍色線一路托住，同埋中間出現過好幾隻大戶陽燭嘅個形態，有啲似當時16至100呢一橛嘅。呢度打穿咗之後咧 ，retest 嗰條藍線，跟住一路企穩喺佢上面，同我哋24年5月打穿。跟住8月 retest 企翻上嚟，企穩之後咧，一路都係俾條藍色線托住嘅。現時有2個支持位係252同237，再 zoom out 多一格，月線圖睇到嘅嘢咧都係一樣。24、25年嘅升勢咧，同16、18年咧係似嘅。支持位咧就係231同埋219，
每年11月我都會做呢個優惠噶啦，就係呢個月裏面由你嘅月費訂閱升級為年費訂閱嘅話咧，你會享有10% off 啦。最緊要係未來加價咧都唔關你事噶啦，你永久 lock 實喺呢個年費續會嘅優惠裏面啦。另外加送14日嘅 Telegram 火火資訊台，即時收到7個市場嘅 Autobox。有興趣可以睇翻11月1號出嗰一條公告，裏面有步驟教晒大家點樣 upgrade 噶啦。另外我想大家掃一掃呢個二維碼，跟住佢就會帶咗你嚟呢一頁。因為近來 Facebook 系統出現咗一啲安全問題，影響到我嘅 Facebook 部分功能。咁為咗保障大家同埋我自己嘅內容安全呢，所以啱啱開咗一個全新嘅 Facebook group 啦，重新喺另一個頁面出發。咁 follow 咗之前嗰個 Facebook group 嘅朋友呢，咁就麻煩你撳翻呢一格就可以即刻follow 翻新嘅 Facebook 專頁噶啦。咁我哋而家數 Option 1啦，繼續睇好嘅呢度一 week 完呢，我哋都知佢會反彈噶啦。咁有冇力可以打穿埋26705呢個細 range，跟住啲 flip 去企穩，再打穿埋27444呢個種 range 呢？ Option 2睇 range 呢，就係夾住喺兩條藍色線25522同埋26705呢度上落上落，大部分時間困住咗喺0.236至0.618呢個 range， 即係255至264啊嘛。咁今日咧會搭埋個保利加通道去睇一睇個 range 嘅，見到保利加通道咧近排又係收窄緊啦，所以搞到各位悶親啊！一陣會再睇多少少保利加通道。然後 Option 3睇跌嘅，打唔穿26705，改打25522，下一個位就睇24968同埋24242。當然期間仲有啲 flip level 係再短期啲嘅 reference 啦。zoom out 翻睇保利加通道，今年1月至3月條黑色中軸都係托住晒啲陰陽燭嘅。4月份 panic sell 啦，不過好快 V 彈。4月中至到10月初咧，都能夠大部分時間企喺條黑色中軸上面嘅，冇1至3月咁 clean cut 啦。你睇到中間有好多假嘅跌破啦，同埋呢條上升嘅 BB 咧個幅度其實好窄，所以好容易就已經可以做到個小 fake out。不過10月之後咧有少少 pivot 啦，睇到條黑色中軸咧唔再係一路斜上，改斜落啦。咁睇 BB 嘅朋友咧，記得就着重留意呢條黑色線嘅形態，幾時能夠變翻 flat 啦，跟住勾翻上去。放大啲睇點數啦，最重要嗰條黑色線喺25998，阻力位 upper band 係266，lower band 253，每一格都係講緊68點啊。total 1200，同我哋講緊嗰個 range 係一樣咁窄，點數亦都非常咁吻合。咁都係嗰句啦，打穿到呢兩條藍色線，我哋先有下一步方向。睇埋8條 EMA ribbon， 5月到10月8條線一路都托得住所有陰陽燭啦。現時嘅狀態咧已經唔再斜上嗰位 flat 咗啦。最上同最落嗰兩條線咧爭200點咋，分別係261同259，仍然係 bullish 嘅 layout 線，不過已經平晒啦。經過過去嗰幾個禮拜咁多消息，同埋外圍都喐咗咁多嘅時候，恒指都仲係勾住。咁平靜嘅日子已經發生咗大概1個月啦。咁期待爆邊嘅朋友咧，密切留意兩個重要點數，就係一係255，一係267。另外，今個星期 Patreon 2條進階影片，包括我哋嘅市場繼續用4度空間同雲圖深度分析啦。美市方面，上個禮拜介紹咗一個末日信號，講完之後，今個禮拜美股就跌咗大概平均5% 啦。今個禮拜又出現咗另一個重要嘅信號，星期日晚會同大家睇一睇，因為佢對未來11、12同埋1月嘅走勢非常之咁有影響性啊！歡迎你過去 Patreon 免費7天試 join 2級火火。記得掃一掃呢個二維碼去參加呢個1小時嘅工作坊，我會公開點樣8星期將你由唔穩定嘅狀態幫你轉變成穩定盈利交易者 CPT， 跟住逐步實現你嘅100萬變現藍圖。我係火火，你嘅 Fire Buddy，我哋喺工作坊見啦。